跟住落嚟，我哋就要介紹本場講座嘅講者，香港中文大學善行書院院長、醫學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腦神經科莫慶堯醫學教授莫仲棠教授。莫教授係國際知名嘅腦神經專家，一直致力研究認知障礙同埋腦血管疾病，致力破解認知障礙嘅發病機制同埋預防策略。莫教授嘅研究結果發現，阿茲海默症一種同認知障礙密切相關嘅疾病，係同腦小血管疾病有重要嘅關聯，亦都説明咗阿茲海默症係可以預防嘅。另外，莫教授亦都同眼科團隊合作，利用人工智能系統分析俗稱眼底相嘅視網膜圖像，成功建立一個快速診斷阿茲海默症嘅方法。莫教授而家擔任高錕中大腦智同戶服務總監。呢個項目通過為有經濟困難嘅長者提供免費篩查評估，幫助患者及早知悉病情並且獲得治療嘅建議。另外，佢亦都係罕見神經退化性疾病科研聯盟嘅成員，積極同本地同埋海外其他學府嘅學者合作，一同為咗探索相關疾病嘅治病機理同埋治療方法。莫教授嘅教研同埋社會貢獻屢獲肯定，除咗多次獲得中大嘅教學獎項，仲包括2021年度醫療衛生研究基金10週年獎項、2022年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等嘅榮譽。2024年，莫教授更加榮獲澳洲 Advanced Global Australian Award 教育、科學同埋研究組別嘅獎項。相信大家都好想快啲知道多啲關於預防認知障礙症嘅 tips。我哋事不宜遲，而家有請大家以熱烈嘅掌聲歡迎莫教授上台。陳校董、關院長、各位校董、各位崇基人、崇基校友、崇基同學、各位未必係崇基嘅所有朋友，我首先真係衷心多謝你哋喺星期六嘅晏晝都抽空嚟去聽呢個講座。其實我聽到同事講話，喂，今日有好多人報名，其實個心都係開心。因為其實我自己都係好希望呢個講座係幫到我哋每一個人嘅。咁關院長就叫我講點樣預防認知障礙啦。呢個係我呢20幾年嗰個夢想嚟嘅，點樣可以預防到？咁首先我哋成日喺度講啦，香港 No.1 喎，香港好多 No.1 嘅。其中我諗大家都知道，香港其中一樣真係 No.1 咧，就係我哋最長壽嘅，最長壽。咁我就即係而家好簡單問 AI， 究竟我哋香港平均我哋可以活到幾多歲呢？咁2025年嘅數據啦，我哋未知2026，因為未完喎。2025年嘅數據咧，我哋係平均啦嚇，男女平均，女士多幾年嘅，但係平均男女溝埋係85.8歲，挨近86嘅。咁呢個 No.1。其實喺我畢業1992-93年畢業咧，嘅時候係70幾歲嘅啫。咁我哋係呢20幾年係升咗成10年嘅，活長咗10年。咁我哋再估25年後香港又會點咧？又問 AI 啦，係咪而家 AI 就話我哋係挨近89，差唔多挨近90。呢個嘅預計咧，其實係我覺得係幾準確嘅，係啊，因為其實我哋喺20幾年前咧，嗰啲文獻咧，我哋20幾年前嘅文獻，我哋 project 今年啊，當時佢冇 project 香港，佢 project 究竟今年嘅日本係幾多歲咧？係86嘅，係啊，所以係準到咧。咁所以按住同一樣嗰個 predict 方法咧，再 predict 20幾年咧，我哋相信我哋係繼續係會去到挨近90嘅，
OK， 咁所以呢個係幾種，我希望唔好有好多 Covid 嚟咧，因為 Covid 嚟咗突然間跌一跌嘅。咁但係 Covid 一過咗，我哋冚冚聲，我哋又繼續係lead住呢個長壽，而我哋係香港人咧，係比其他 overall 嘅全球咧係長壽10年、12年到嘅，得唔得？咁所以都係 number one 㗎啦。頭先你哋大家拍手掌啦，我下一章你哋唔會拍手掌㗎啦。嗱，個原因點解唔會拍手掌？就因為原來咧，當我哋去到呢個85歲咧，研究亦都講30%人喺85歲或以上咧，30%人啊係會有認知障礙、腦退化。咁所以其實咧，好有機會，如果我哋乜嘢都唔做，躺平，我哋85歲或以上咧，3個有1個 roughly 咁，3個有1個係有認知障礙。咁你可以話喂，咁我唔係我係2/3咁就好啦。但係其實另外嗰1/3咧，就係個照顧者嚟嘅。咁所以差唔多咧2/3嘅香港人咧，係會受到呢個認知障礙影響。大家都知道，我哋中大前校長高錕教授係啊，佢有認知障礙，呢個亦都唔係咩秘密，有所謂腦退化。而高太係呢10幾年嗰個照顧勞心勞力，咁所以係成個家庭係受到呢個病嘅影響。咁所以其實我唔想即係問在大家，你哋有冇咩親朋戚友係有呢個認知障礙？如果我相信起碼1/3人係會舉一手。如果再問埋係即係邊個，即係你成個家庭有呢個病影響，我相信在座2/3人都會舉手，係有受到呢個病影響。咁所以認知障礙，我覺得係香港人整體我哋要面對嘅情況。咁所以其實究竟我哋可唔可以將我哋呢個我哋屋企香港嗰個命運同埋個結局去改變啊？我哋可唔可以改變我哋呢個嗰個命運同埋結局咧？嗱，我想即刻係啊！我趁因為而家星期六晏晝啱啱食完嘢咧，其實好易瞓覺。我想將最緊要嗰2張 slide 咧，即刻擺喺度先㗎啦。請你就聽完我呢2張 slide，你攰就可以瞌一瞌先。其實咧，1997年咧發生咗好多嘢㗎啦，大家都知97係嘛？97發生好多嘢，但喺我一個腦科醫生當時啱啱入隊受腦科訓練咧，有一個研究係好震撼，突然間我醒咗嚇。呢個研究就俾我有希望，腦退化有機會預防嘅喎，有機會預防。呢個咩研究咧？呢個研究喺我啱啱畢業之後咧，佢叫做喺美國做嘅 The Nun Study 修女研究喎。咁當時咧，原來有一班嘅幾百個修女，佢願意去過咗身之後咧，將佢哋個腦捐出嚟，跟住咧就個教授就去做個解剖。佢解剖過身之前咧，做好多認知評估啊，搜集佢一啲生活嘅數據認知嘅數據，跟住佢又過咗身，跟住去檢查佢個腦，咁就有2個好重大嘅發現。第一咧，佢就描述咗一個叫做 Sister Mary 瑪利亞個修女個生平。呢個生平佢1890幾年出世，不過佢當時可能個社會唔係話好多人可以讀到大學啦。咁佢其實讀書讀咗8年嘅啫，得唔得？8年個 education 已經輸晒起跑線㗎啦，即係8年。不過佢之後咧就一路自己進修，一路自己學嘢啦，自己學嘢，冇一個正式嘅好似崇基咁優質嘅教育，中大嘅教育冇嘅。咁佢自己學，咁跟住就做到老師添。而佢一路做，佢係退休係80幾歲退休。OK， 所以佢個生平就係一路去教人，去幫人。
咁到佢80幾歲退休之後咧，因為佢喺修女嗰度繼續係去鼓勵其他嘅後生嘅下一代嘅人。咁佢100歲鬆啲咧，佢就好精靈嘅，好精靈。咁pass away 咗，即係就過咗身。咁跟住佢捐咗個腦出嚟，咁跟住個腦一開咧，一開個腦就發現佢個腦咧係有。如果你唔知道佢嘅生平，你唔知道佢個古仔咧，你淨係睇佢個腦嗰啲嘅解剖嘅分析咧，就發覺哇，呢個係應該有好嚴重嘅阿茲海默症，即係最常見。因為佢有好多叫做唔正常嘅蛋白喺嗰個腦嗰度。呢啲蛋白我會再講多少少。呢啲蛋白你聽住先，我哋叫 amyloid 澱粉樣蛋白同埋 tau 蛋白。你有呢兩個 amyloid 同埋 tau A 同埋 T 嘅蛋白喺個腦積聚咧，我哋就定義佢係有阿茲海默症 （Alzheimer's dementia）。呢個係最常見，引致差唔多7-8成腦退化嗰個病。但係點解佢有晒啲病變而仲咁精靈嘅咧？所以其實一個好希望，就算呢一刻我同你照腦發覺好多蛋白，你唔使驚。係啊，咁當時就好清晰，原來你出現腦退化、記性甩晒咧，唔係單靠呢個我哋定義嗰啲蛋白唔係單靠有 A 就 T 你就出事。原來你拍要有兩隻手，唔單靠一隻手得 A 同埋 T 咧，未必拍得響嘅，未必有認知障礙。如果你個腦唔去用佢生鏽嘅咧，就好易出嘅啦。但係如果你一路去學習嘅，就算你細個唔好彩個教育唔好，但係你一路去自己學嘢退咗休之後一路去學嘢，動腦幫人，一路去，我哋就話你係一路儲緊英文叫做 cognitive reserve 我哋校董會主席金管局前主席唔喺度啦陳德霖，原來唔單止錢可以儲，我哋嘅認知可以儲，我叫做認知儲備啊。所以你今日嚟聽書咧，就係儲緊認知儲備嘅，得唔得？學多啲新嘢。原來已經係補腦嘅啦，你今日嚟咗得唔得？今日嚟咗已經係補腦，咁所以呢個係唔好睇小，呢個係好 powerful， 好真係補腦得好犀利，一路學嘢，退而不休，就唔好太過大壓力啦。第二樣嘢咧，就係我自己呢差唔多20幾年最新研究啦。佢咧就發覺，我頭先講咧，你淨係有 A 同埋 T 咧，係未必出嘅如果你係個好多認知儲備。第二個發現咧，佢發現咧，如果你有 A 同埋 T 咧，而個腦係冇腦嘅細血管病嘅咧，因為佢開咗個腦咧，發現咦又係有好多 A 同埋 T 不過佢好精靈嘅喎。跟住有一紮人 又有 A 同埋 T， 同一嚴重嘅 A 同埋 T 積喺個腦，一班有，一班冇出腦退化嘅喎。佢發現有出腦退化嗰啲咧，大部分都有腦細血管嗰度塞下，一點一點塞下嘅。佢哋冇中風嘅喎，但個腦有啲隱性塞下。所以咧呢個嘅當時咧，佢就推斷有 A 同埋 T 嘅阿茲海默症嘅病變係要溝埋呢啲嘅腦細管咧，先會出現你個腦真係退化以致記性甩咗。呢個研究話原來你有啲細血管病咧，係會加增你有認知障礙嘅風險20倍啊！所以如果你係積咗啲 A 同埋 T 唔覺意照到唔使驚。如果你個腦咧冇腦血管病嘅咧，你可能成世都唔會出咩認知障礙嘅。你唔驗就唔知啊，所以唔好亂咁驗咁所以嗰陣時咧，呢個係一個好嶄新，即係突然間，因為我畢業，我1992、93年畢業啦，我喺澳洲畢業。
嗰陣時我學嘅嘢就係 Alzheimer's dementia 阿茲海默症認知障礙 is incurable， 係冇得搞，係冇得搞嘅。但97年一出咗呢個咧，呢個係一個解剖，我就發覺有可能有得搞。咁其實咧，我想歷史倒流翻少少，咁到我93年畢業，咁跟住做 houseman 93年，94年我就翻威爾斯，咁就其實當時係雷兆輝醫生，之後係個 chief of service 啦，係老闆，咁之後喺大學嗰邊係亦都係有沈祖堯教授，咁佢鼓勵所有嘅威爾斯嘅醫生，雖然你要睇症，但都希望你有科研，全民皆兵都係要做研究。咁佢亦都係好好沈教授同埋當時腦科老細係黃家星教授，亦都係崇基嘅。所以我一入咗中大之後，我即刻係崇基。其實我都係崇基人嚟嘅。係啊，係多謝，係我唔知自己講到邊度㗎啦。咁所以當時其實我自己已經睇咗幾年症嘅時候，翻到嚟咧，我每睇一個症有認知障礙咧，我個心都心酸嘅。一出咗認知障礙咧，嗰種個患者初期都係佢知道自己嘅認知障礙，其實個心係好唔開心。跟住佢慢慢差落去咧，反而個照顧者越嚟越大壓力咧。咁其實每睇一個，我自己就會問：可唔可以預防嘅咧？點樣可以唔好出咧？點樣可以預防到？咁所以其實你問做醫生咧，其實做醫生見到呢啲個心傷嘅嘢，你就會好簡單。你醫生嘅夢想就唔好有病，係啊。個夢想就係點樣可以預防？咁喺當時就喺2000年度。我開始就個心，我好感恩沈教授同埋黃家星教授就鼓勵我，亦都俾資源我去開展一個研究，幫我去追夢啦。其實個夢大家都有，就係唔好有認知障礙。而當時我個研究方向就而家你有冇聽過 MRI 磁力動震啊？其實磁力動震1980幾年尾出啦，1990年初都唔係喺香港好興，1990年尾先喺香港開始有，所以2000年初咧，磁力動震呢樣嘢20年前咧，其實先喺香港開始興嘅。咁而嗰陣時，黃家星教授就同我講話：喂，腦嘅細血管病咧，其實以前喺 CT 有冇聽過 CT 啊？普通照好平好多，係照唔到細血管嘅，照得好差嘅。MRI 先照得清楚，咁所以當時突然間，因為你要死咗先開腦先睇咗細血管 ，CT 又睇唔到咯，所以喺2000年前咧，都唔係好知細血管病對認知障礙嗰個關係嘅。咁所以我一開始嗰個研究就係用 MRI 啦。咁我再一次係多謝黃家星教授，遲啲即係佢有資金俾我，因為初時我唔識點樣去揾研究資助嚇，咁佢就去資助去照MRI。咁所以我係嗰時開始去研究，用 MRI 我就會睇到，原來照 MRI 咧，你會嗰啲細血管病咧就會現出嚟嘅，你會見到啲窿好明顯嘅，呢樣啲窿仔喺你個腦，同埋見到你個腦，如果個 MRI 咧，呢樣唔係好清楚咯嚇。正常喺 MRI 我哋所謂一個現出嚟係灰色嘅，但係如果嚴重嘅細血管病，佢會白晒嘅。咁我哋會講滿頭白髮喎，你個腦係嗰啲血管滲透破壞咗嗰個腦，以至 MRI 現出白色。跟住如果血塞得勁咧，就會一個窿一個窿一個窿咁塞嘅。好多時係都唔需要有中風嘅。OK， 咁嗰時因為有 MRI 咧。我哋開始見到，咁所以我之後我嗰個醫學博士論文啦，嗰陣時其實幾辛苦嘅做研究，係啊，6點鐘起身，咁跟住巡房就去搜集數據，跟住8點鐘放，即係一路又要打2份工啦叫做。咁我
嗰陣時嗰個研究就呢啲細血管病係唔係真係對認知障礙有關係？咁所以我就做咗其實當時全亞洲我都唔知道，我而家睇翻，咦，原來我係全亞洲第一個人去證實到原來腦細血管病咧，透過 MRI 影像磁振影像咧，原來真係影響個認知功能。之後再發現原來佢真係同阿茲海默症咧兩隻手掌拍而係現出有認知障礙嘅出現。咁呢個係我2003年第一個發表。原來當時我冇特別睇，原來呢個係再睇翻原來第一個亞洲研究，亞洲人都有嘅，即係當時個西人開會，原來亞洲人都有嘅。咁之後做咗10年研究，咁到因為呢個細血管病咧係一個新興嘅病嚟嘅，之前冇 MRI 咧，你話30年前唔係好知嘅，有咗 MRI 我哋知，咁所以第一個去定義乜嘢為之細血管病嘅咧？你點樣定義細血管病咧？點樣靠 MRI 影像咧？係2013年先出嘅，即係呢個細血管病嗰個臨床嗰個定義咧，原來係2013年先出嘅。咁我哋就一班當時做細血管病點樣影響腦退化呢班學者，就喺慕尼黑LMU 大學嗰度開會，12個國家30幾個學者，咁得2個亞洲，因為嗰陣時唔係好多亞洲人，一個新加坡，一個香港，我喺香港，我哋就定義。最特別咧，我哋喺呢個慕尼黑大學咧，就係慕尼黑 Alzheimer's disease 阿茲海默，呢個係一個德國醫生個姓嚟嘅嚇。咁Louis Alzheimer 係個姓嚟嘅。喺100幾年前咧，佢就喺呢一間大學咧，去發現原來影響腦退化嗰啲蛋白咧係 A 同埋 T 蛋白，所以我哋喺嗰一刻咧去到嗰度咧去睇啲佢當時嗰啲嘅 specimen 嗰博物館啦，咁其實都我自己都幾開心嘅。咁喺慕尼黑我哋定義咗呢個細血管病對腦退化嗰個影響嘢，出咗一個文獻喺2013年。咁呢個之後全球就去用我哋做呢個定義腦細血管病嗰個標準，而到即刻時光快流到2024年，我哋乜嘢為之阿茲海默症腦退化咧？咁我哋亦都出咗一個全球嘅國際阿茲海默症協會咧，亦都唔單止定義嗰個有 A 同埋 T 冇變嘅，呢100幾年冇變嘅。都係你要證實有 A 同埋 T， 我哋先話你係 Alzheimer's disease。不過咧100幾年後，佢終於喺下邊咧喺個定義加咗一個咧，開始認同唔單止有 A 同埋 T， 好多呢啲 A 同埋 T 咧要有埋嘅腦血管病變係會影響嗰啲嘅腦退化、認知評估認知能力有冇衰退嘅。而咁多年研究都睇到，原來差唔多80%嘅阿茲海默症咧，你年紀越大越有，都有血管嗰個影響嘅，都有血管影響。而而家嗰個定義阿茲海默症有埋血管影響，佢亦都係引用我哋細血管病嗰個嘅發表。我唔係話所有阿茲海默症都有，有啲係真係冇嘅，照過晒個 MRI 係好清嘅，但有好多係有。咁所以其實做咗咁多年嘅研究，我哋20年咧，成個國際團隊，我哋終於喺呢個阿茲海默症咧，發現到原來腦嘅血管病都係有影響嘅喎。而家我哋知道唔係話多20倍咁多，大概多2-3倍嘅。咁所以都係緊要㗎。咁我哋咁多，我自己研究亦都好開心啦。政府亦都喺2021年
俾咗個獎去 recognize， 即係我哋中大團隊嗰個嘅喺呢方面，原來血管啊，乜嘢幫到個心都幫到個腦退化。呢個思維咧係肯定咗，咁所以當時咧喺呢個10週年嘅獎入邊係有一個系列，即係有一個 category 就係喺有咩嘅研究喺過往呢10年係影響公共衛生嘅。咁就佢揀咗3個，喺過往10年揀咗3個會影響公共衛生。咁我好感恩我其中一個原來係有得預防嘅 dementia， 有得預防。呢個 dementia 認知障礙腦退化有得預防，已經係100%貼實㗎啦。2024年咧有個即係喺《刺針期刊》去講咗 dementia prevention， 咁亦都發現咗咧，原來有14個風險啊，14個可逆轉可改變嘅風險啊，14哇咁多！呢啲14個入邊咧，有一半以上係同腦血管病有關嘅。14個你處理佢咧，係可以預防差唔多挨近50%嘅，會減少50%嘅唔出現認知障礙，50%嘅差唔多。to be exact 係45%。不過我講得樂觀啲，挨近50%係可以預防到嘅一半。你話一半咁少，但係對我嚟講已經係好多好大突破，少一半。咁呢14個咧，其實除咗有糖尿、血壓、膽固醇、食煙、運動原來仲有其他嘅喎，仲有我頭先講嗰啲嘅腦儲備，你要退而不休學嘢，你要繼續 social， 繼續嚟喺崇基一齊繼續有好多活動。咁就唔好有太多嘅 stress， 太多壓力。咁就原來 air pollution 都會嘅喎，空氣污染都會加增嘅喎。最新嗰啲我哋發現，原來你聽嘢 hearing loss， 你唔戴 hearing aid 咧，原來 hearing loss 本身聽覺受損都係會加增認知障礙喎。原來你視力睇嘢，你一路拗你嗰個白內障唔去理佢咧，都會整差你嗰個認知能力嘅喎。好多嘢呢啲嘢咧係會導致出咗 A 同埋 T 啦。佢又會有啲係導致出咗腦血管病啦，同埋最新喺呢10零年，佢會導致加增個腦會發炎多啲啦，同埋會影響你個腦儲備。而家腦儲備我哋可以用叫做 functional， 用一啲特別嘅 MRI 照到你個腦儲備夠唔夠強嘅添嘅。咁所以要有唔同嘅嘢，呢啲我哋就會出認知障礙嘅叫做，所以唔係單靠 A 同埋 T 嘅。唔係單靠 AT， 仲有血管，仲有發炎。咩腦發炎啊？唔係話你腦炎啊。其實我舉個例子，以前有新冠，你有冇聽過長新冠啊？長新冠其實你個病毒已經走咗㗎啦，係嘛？但佢走咗之後，佢嚟嘅時候，走緊嚟嘅時候咧，刺激咗我哋嘅身體嘅免疫系統。刺激到咧，連個腦嘅免疫系統都活躍過龍啊，以至你有腦霧啊。呢個係其中一個，我相信大家會開始明白，係啊，諗嘢慢咗喎。點解我又唔係上唔到腦嘅喎？嗰啲當時嗰啲嘅 Covid， 但係其實咧喺我哋醫學界不嬲知道，你有肺炎、有完流感，甚至你生完蛇嘅。發炎之後，佢會刺激到一啲個長者個腦已經弱嗰啲咧，係會加快佢可能啲血管會差咗，會加增腦退化。我舉個例子，咁所以其實而家最近研究講，你有打flu 嘅 vaccination， 你有打蛇針咧，你減少日後你有感染嘅機會咧，原來都會減少你有腦退化嘅風險嘅，得唔得？即係我唔係話同你，唔好意思呢個，
我唔係話推銷咩針啊，即係我講翻嗰個研究數據。咁所以而家我哋知道有好多唔同嘅嘢係可以處理，係可以預防到認知障礙，可以認知障礙。咁我頭先講咗好多理論，咁實際係點？其實喺啱啱上2024年咧，美國中風學會同埋嘅世界中風學會，亦都揾我啦，揾我哋個團隊去撰寫一啲嘅方案，點樣去處理？點樣去處理？咁我就即係頭先聽咗好多，哇！14樣嘢點樣搞？我想有一個整體嘅藍圖咧。呢個藍圖我唔知大家睇得清楚，佢其實我有叫做而家處理去搞呢個認知障礙咧，係可以預防同埋可以你已經差咗去治療。咁我嘅 primary prevention 係一線預防，一線預防即係話咧，你就係你哋啦，大家未有症狀嘅時候去搞。Secondary prevention 即係話你已經開始嘔緊病變出咗少少症狀咧，唔好好嚴重，喺輕度嘅時候，我哋去預防佢變嚴重，叫做 secondary prevention。而家個好消息就係，如果你唔好彩已經出咗啲症狀，斷症有早期阿茲海默症，我哋而家有啲叫做去啲澱粉樣蛋白嘅藥㗎啦。哇！你要早用。好似治療癌症咁樣，你要第一、第二期你好用㗎啦，得唔得？個成效好好，2年前已經 FDA approve 咗，而家有2隻藥香港用緊。係啊，要吊針，但係幾十萬一年，係暫時昂貴嘅。但係喺早期用個成效都係好好，甚至有啲如果你真係好早用咧，佢會用完之後咧落完因為佢淨係醒目咗，唔翻嚟睇醫生都有。因為我醒咗，佢仲係啊，落咗一段時間都有啊，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嗱，同大家講，我就唔希望去到你要落呢啲藥住啦，最好係一線嘅預防。而一線預防咧，我想 highlight 咧係好緊要嘅。我哋有個中風有黃金3小時，一出咗症狀，你要頭嗰4個半鐘或者頭嗰6個鐘，你去搞個腦啊！再遲啲一個腦一破壞多咗咧，點樣落啲咩勁藥都冇幫助嘅。喺腦退化 Alzheimer's 嗰個預防咧，都係好緊要，一線預防。因為我哋個腦咧好 precious， 好寶貴嘅。我成日都覺得我哋個腦係有個頭骨同埋有個腦膜好硬嘅。我哋個頭骨係硬到500至1000磅壓落嚟都唔碎嘅。哇！一個夾萬喎，你明唔明啊？壓唔碎，因為保護嗰樣嘢係好寶貴嘅。你個腦係啊，你開唔開心啊？你係邊個啊？你嘅認知、你嘅記憶、你嘅感受、你嘅夢想、你嘅靈魂係喺個腦嗰度。傷咗係好難搞嘅，所以我哋一線預防咧要落足本錢。最靚嘅咩時間黃金階段就係呢個我講啊，55至75歲越早越好嘅 ，never too early 我叫做，唔會話你40歲、30歲仲好去搞，但即係我特別講75歲之前最好，因為我哋一般嘅 Alzheimer's 阿茲海默症咧係喺75歲就會出嘅，係嚴重。咁嗰啲病變係會積喺你個腦15至20年嘅，所以我哋要早過佢一般發病年齡嘅15、20年去搞呢個一線預防。咁所以呢個係一個50歲啦、60歲啦去搞嚇。嗱 never too early 越早越好嘅嚇。咁所以我哋個黃金階段嘅，但係你唔好話我而家80歲嘅喎，但係唔使驚啊 ！Never too late， 我唔係買化妝品啦，即係總之係 never too early，never too late， 咁就所以都唔會遲嘅，都唔會遲，係啊。咁我點樣去將呢啲咁嘅可以預防嘅策略轉化成為一個幫到大家增進腦健康？有咩方法咧？我講完之後14樣從邊聲唔記得㗎啦，你明唔明啊？
係啊，講三高我都難搞，三嘢去處理都難搞，哇點樣搞？咁所以我喺呢度其實點樣可以 screen 到篩查到一啲人，佢可能嗰啲風險控制唔好，佢可能個腦已經有啲好早期病變，甚至佢個認知能力個評估已經差少少，以致一啲高風險嘅人咧就早啲去接受一啲預防性緊張啲去睇下佢啊，有啲計劃俾佢，甚至原來真係差咗，去再抽血再去照點樣做咧？咁所以其實我好開心係有啲一齊有呢個夢嘅人咧。喺2022年咧，我唔知點解我收到一個電話，就係阿雷兆輝醫生佢 WhatsApp 我話我太太即係太太話想見我點解雷兆輝太太想見我？趙夏瑩亦都係我哋中大昔日嘅University Health Service 嘅副處長，係照顧高錕教授御醫。原來佢係高錕 Foundation for Alzheimer's Disease 嘅一個委員會嘅成員，聯絡我，咁聯絡我，佢話高太有啲嘢想同你講嘅，咁我戰戰兢兢，咁其實第一次去見高太同埋趙醫生咧，去傾有咩，就係喺出邊個 InnoPort 嗰度飲咖啡嘅，咁揾我飲咖啡 ，OK。咁其實高太就分享，因為高錕車咧已經行駛咗10年啦，呢部車要退役啦，咁就同埋當時好好校長各方面亦都得崇基書院嘅鼎力支持。呢架車咧，如果你知道有高錕車去同18區香港18區去篩查有冇認知障礙關懷照顧者即係好多教育性嘅嘢。退役而家希望泊翻喺中文大學入邊，咁泊喺入邊有啲咩可以做咧？咁所以趙醫生同埋高太就同我一齊商量。咁我哋商量，我覺得喺當時我自己覺得就做一啲教育性啦、一線預防嘅嘢啦，咁去 primary prevention。咁所以我哋就開始咗。咁我一聽。咁我就好有同趙醫生商量，我亦都揾咗當時唔同領域嘅，因為頭先我講嘅14樣係橫跨好多生活化、飲食嗰啲嘅，揾咗唔同嘅各路英雄，我哋就度身訂造一個可以管理幫一啲有需要嘅長者，管理佢退休嘅財富，唔係管理佢嗰個腦健康。退休之後嘅腦健康幫佢管理，以至減低佢嗰個日後出認知障礙嗰個風險。度身訂造一個係唔可以太貴，又要有效，其實都唔易。但係最難嘅嘢，邊個資助？邊個資助？係咪啊？咁所以其實亞洲係嚟緊呢20年咧，最會受到認知障礙。我哋東方係受到腦退化最大影響，西方就少啲。咁所以我哋揾咗東方不敗林青霞，亦都係趙醫生個好友。東方不敗林青霞重出江湖，拔刀相助去資助我哋呢個嘅預防腦退化嘅計劃。咁我哋就有佢嗰個資助，以至一啲有需要嘅長者佢就可以參加呢個免費計劃。而喺眾祠堂後邊個高錕車嗰度，我哋就展開呢個，我哋就改一個名嘅中文叫腦智同活，英文叫做 Beat Alzheimer's， 即係好似個修女研究修女去 beat Alzheimer's disease， 我哋 beat Alzheimer's， 咁就即係打低腦退化。咁就個英文名全名叫 Brain Health 腦健康 Evaluation 同埋 Tailor-made Measures 度身訂造 measures 去預防 Alzheimer's disease Beat AD。咁所以我哋就展開咗呢個計劃。咁呢個評估就一個好快嘅可能4個字內咧嚟到就即係有一個問卷睇你啲風險，跟住照一個眼底相。睇下你有冇一啲嘅同 Alzheimer's 有關嘅病變，原來喺眼底都會見到嘅。我唔係話斷症你係 Alzheimer's，一啲可能血管已經老化咗
或者你個腦已經老化咗嘅病變，加增你日後患 Alzheimer 嘅風險，照眼底相。第三，亦都做一個好簡單嘅問你幾條問題，知道一份卷俾你做，好簡單嘅卷，30分滿分，睇下你攞到幾多分，睇下你。咁按住呢個分數咧，如果發覺你真係差咗好多，就去睇醫生啦，建議。但如果你好輕微或者冇乜事，但係你眼底相又係有啲陽性嘅跡象喎，跟住你啲風險又嗰度又甩咗，又唔做運動啊，去打麻雀，即係冇 social 冇交際啊嗰啲，又嗰度就做得唔好，可以做好啲，飲食就亂晒龍嘅咧，我哋就同佢執。呢啲高風險嗰啲，我哋就訓練咗一個 nurse 一個護士咧，就去幫呢個長者管理佢，因為每個人嘅風險都唔同㗎，所以我哋就去評估佢，跟住就俾建議佢。建議嗱，你應該呢一個月你要搞呢啲嘢，2個月搞呢啲嘢，跟住我哋3月、6個月、9個月、12個月再去鼓勵佢啊 ，send 一啲信息俾佢啊，我哋做成點啊嗰啲。咁呢個其實有咁巧咧，我哋個眼底相嘅發現咧喺2022年發表咗嘅，係一個人工智能去分析，係全球咁去做。咁就有3000個正常，600個已經有 Alzheimer 嚴重嘅腦退化。我哋有一個呢個pattern recognize 你個眼底相邊啲係吻合啲一個腦退化。咁啱啱就講一次去應用到喺呢個研究。咁就呢個好複雜嘅圖，我淨係呢個我哋其實做咗1000幾個㗎啦，喺呢2年。咁我哋如果單睇眼底相照到有陽性，有20%人係陽性。呢啲陽性嘅人咧，佢哋個年齡咧係老3年嚇。你信我講啦，老3年，佢哋嗰個認知評估嘅分數係低啲，連佢哋個收入都低啲，佢哋個學歷又低啲。而佢哋嗰個咧，整體控制唔同嘅嗰啲風險因素又差啲嘅，所以我哋呢個眼底相係揾到一啲咧，在座好精靈，但一照係陽性，再問多啲，原來再問佢多啲，可能佢嘅認知評估又差啲啊，樣樣爭啲嘅人。咁我哋啱啱嗱，呢啲真係新鮮滾熱辣嘅，為你哋大家我好興奮去講咧，我哋呢1000幾人咧，我哋已經300個人咧係完成咗1年嘅人嘅即係所謂嘅 nurse 佢哋嗰個幫助啊建議啊，300個翻咗嚟。其實先生有100個咧，我哋叫做係叫做對照組嘅，佢哋冇接受啲咩嘅護士嘅，佢哋嚟聽咗，我哋俾啲單張佢，佢哋走咗，1年後翻嚟。另外一啲咧就真係接受咗我哋呢個度身訂造嘅鼓勵同埋評估。咁我哋發現咧，有接受呢個積極治療嘅，佢哋嗰個嘅嗰啲嘅風險嗰個分數咧係進步咗，我哋叫佢進步咗2分差唔多。而對照組咧係冇喐到嘅。而最犀利嘅咧，就係呢紮有參加我哋嘅人，接受咗呢個 nurse 咧，改善咗嗰個風險嗰啲人咧，佢哋個認知能力啊係叻咗。原來操得起㗎，呢紮人咧平均年齡係70歲啊。佢哋改善咗佢哋啲生活咧，原來佢哋叻咗。1年後我哋話叻0.6分，其實差唔多係賺咗1年。對照組咧冇改善生活習慣嗰啲咧，係跌咗0.4分。呢個係一個正常嘅跌幅嚟嘅。咁所以原來如果賺1年咧，如果唔好彩，日後個個都係會退化。我哋係會遲1年出認知障礙。遲1年咧，我哋已經其實過往呢20年，我哋知道原來遲1年出認知障礙會減少1成人，遲2年係2成，遲5年係減少5成嘅。
我哋呢個 BID 老智同戶咧，初步原來係我覺得我保守估計，起碼活你個腦咧凍齡咗、後生咗，起碼1年。如果我哋繼續改善，可以2年嘅，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喺呢個我哋所謂用人工智能去鼓勵啊，有啲教育啦，我哋好感恩。其實我哋亦都同政府有個所謂資訊科技獎，佢哋亦都係好接納，同埋亦都頒咗個獎叫做智慧市民啊，Best Use of AI， 即係最善用 AI 去幫助我哋人啊。咁所以其實我亦都唔多講，因為其實而家整體我哋亦都開始有一個方法，點樣可以由預防、篩查、治療一個藍圖。咁其實而家係真係同中大醫院，其實下個星期3會再開會，點樣引入成個護老嘅系統，由一線預防、2線至到治療，同埋好快我哋會引入咧做認知評估咧，唔係簡單去問問題，人工智能去幫你問同埋去搜集一啲咧係聲嘅數據，再去準確分析你嗰個認知能力去到邊度。唔單止我哋呢個 BID 喺中大咧，其實好多謝陳德霖你哋嘅校董會主席嘅太太 Diana， 佢亦都係高錕基金一個嘅委員會，佢亦都喺聖公會咧係一個 board member， 佢亦都 connect 我哋 with 聖公會喺黃大仙。我哋希望成個一線預防嘅計劃咧推去黃大仙。點解黃大仙啊？黃大仙係呢18區最老嘅一個區嚟嘅，亦都個獅子山下邊喺黃大仙。我哋希望獅子山精神去，如果幫埋黃大仙，咁所以即係個夢想係希望一路可以，我希望完全 prevent， 但係原來推前1年、2年、3年，推後啲咧，哇！如果推咗5年就可以減少50%。原來我哋係所有數據講咧，原來認知障礙唔係必然嘅。我哋係可以改變知識，改變命運，改變我哋嗰個嘅晚年。咁最後我真係衷心多謝我之前嘅師傅伯樂，我多謝我成個腦科嘅團隊。其實個團隊我唔夠時間講，如果5年後我會講，我哋個團隊已經知道有一隻好大機會嘅藥咧，個藥啊，就算你懶你唔做嗰個生活法改變，我哋有隻藥係可以將你個腦後生化佢，係啊，後生化各方面腦血管啊、腦細胞全部改變佢。我哋希望2028年可以臨床測試呢隻藥添。咁我好多謝高錕基金，好多謝高太無私嘅大愛，一路佢係去到90歲都繼續推動呢個佢嘅夢想，係希望冇認知障礙。好多謝趙醫生，好多謝林清霞博士，好多謝其他真係去支持呢個 BID 計劃嘅人，同埋好多謝關院長。佢繼續係，因為其實喺香港最難係地架車其實都唔知擺喺邊咁大。咁關院長關美寶院長係好快，佢同成個崇基學院係好支持呢個計劃。我衷心多謝，我祝願咧崇基學院喺嚟緊呢50、75年繼續孕育更多嘅領袖，唔單止呢啲領袖佢哋可以得着祝福，同埋透過呢啲嘅領袖可以俾我哋下一代，甚至我哋上一代有個更好嘅生活。多謝大家。係啦，莫教授頭先聽咗好多關於腦嘅病嘅問題，
咁當然認知障礙症係其一啦。咁我哋亦都有啲朋友咧會擔心咧柏金遜症都係一個好常見嘅腦科疾病。係啦，呢兩者咧其實會唔會一齊醫嘅時候會好複雜㗎？係啊。其實腦退化病咧有兩大類嘅。我頭先講呢個 Alzheimer's 阿茲海默症咧係最常見一類啦。Alzheimer's 阿茲海默症最主要影響個認知能力嘅，但係佢手腳咧係仲好靈活嘅，上台攞獎都冇問題嘅，真係仲好靈活去行。你未必你嚟到診所咧，如果唔一男一女兩個老人家嚟到咧，如果唔講，我未必分到邊個有認知障礙嘅。一個笑笑口，一個愁眉苦臉嗰個咧，你以為愁眉苦臉嗰個係有認知障礙，其實唔係，嗰個照顧者嚟嘅。笑笑口嗰個多數係行入嚟行得好快，我冇事嗰個其實就係有事個。咁呢個就係 Alzheimer。柏金遜咧就係你唔使問佢症，你一睇就知道佢係柏金遜，因為柏金遜嘅症狀係手震啦，係動作慢啦，係睡步嘅。所以我一睇就知呢個我哋嘅活動障礙。但係柏金遜嘅後期有啲人亦都會個認知能力係會差咗嘅。咁柏金遜係後生過 Alzheimer， 平均年齡60歲 ，Alzheimer 就70歲以上。咁兩個病因唔同嘅。Alzheimer 個退化範圍係可能慢慢會大啲腦皮層。柏金遜係一個好特別嘅退化，係喺個中腦腦幹，我哋嘅黑質區嗰度，嗰啲多巴胺細胞退化，特別喺頭嗰10零20年係影響個活動能力嘅。佢哋兩個嗰個成因基因都唔同喎，係啊，咁所以佢哋個風險咧 ，Alzheimer 我頭先講有14個風險咧係可以預防，柏金遜咧就冇咁易預防。佢反而咧，原來有啲人話血壓高啲，膽固醇高啲，仲少啲柏金遜。食煙多啲，度又會少啲柏金遜咯。即係佢嗰個成個風險個款咧係唔同。咁所以我通常見到柏金遜，我就話同你嗰個生活習慣未必好大關係。咁就所以個預防係冇咁易。不過運動咧係萬能嘅。運動幫晒兩個病，咁就我暫時講住咁多先。係啊，可能我一路可能講呢樣嘢可以講得1個鐘。下次搞多場講座講柏金遜症。好啦，咁我又想問下咧，如果有啲長者咧有一啲嘅情緒病，譬如有抑鬱啦咁樣，會唔會對於有認知障礙症都好大影響嘅咧？呢個問得好好，所以其實唔開心咧都係一個可逆轉嘅風險嚟嘅。你好唔開心，其實係會加增認知障礙嘅。咁就所以個人要開心啲。你好焦慮，你好大壓力，你全部係會增加你身體一啲嘅唔好嘅荷爾蒙，係會破壞個腦，破壞嘅腦血管，加增認知障礙。咁所以即係要對自己好啲，係啊。要對身邊嘅人多啲嘅關懷嚇，咁不過亦都有一啲嘅叫做阿茲海默症嘅前期咧，佢係可能記性差少少，但係佢開始係有唔開心，唔開心都可以係一個早期症狀嚟嘅嚇。柏金遜同埋阿茲海默症嘅早期症狀可以係唔開心，所以如果你留意到你身邊嘅人或者自己，突然間變咗，平時好樂觀嘅，唔知點解而家乜都好負面嘅咧嚇，咁就亦都冇咩打擊，我就自然變咗負面咯。我呢啲你開始要留意，可能係個早期症狀添。不過如果唔係早期症狀，本身你抗逆能力啊，個社會咁灰啊，有好多好執着睇唔開嘅咧，呢啲係會加增日後認知障礙嘅風險。咁所以係咯，多啲嚟崇基活動啦。咁就我次次見到關院長我都係好開心嘅，成日都係笑容滿面，係啊，帶俾人歡樂，係啊。OK。咁如果我哋咧屋企又見到有老人家開始有啲情緒嘅轉變啦，開始變得負面，甚至有啲冇記性嘅症狀，你會即係建議我哋究竟係去揾老人科醫生定係揾腦科醫生咧？都
兩班醫生都好，係啊。咁啊，甚至揾精神科，因為其實幾得意喺呢個認知障礙係有3班醫生睇嘅。咁如果有一啲認知障礙，佢多一啲嘅情緒啊、唔開心啊嗰啲，咁可能好自然去咗睇精神科。如果佢年紀係比較大啲嘅，佢已經係80歲，係80幾歲啊，有好多其他老人病，咁自然就會睇腦。咁我哋通常腦科就會睇一啲後生少少傾向，又會揾腦科。係啊，咁啊三班都係好嘅，係啊。咁咧，我哋即係臨床上都見到有啲長者，佢自己察覺自己有啲轉變，但係其實佢哋好怕去睇醫生，因為咧佢哋會擔心，一旦醫生話我真係有認知障礙咧，佢開始身邊嘅人唔信佢啊。咁你喺臨床上遇到呢啲病人咧，你會有啲咩建議咧？係啊，我好明白呢啲嘅感受，我好明白。咁所以我唔會鬧啊，嚟啦，唔好咁啦，你開通啲去睇醫生啦，唔好諱疾忌醫啊咁。但我係會明白呢啲，咁我通常亦都係好鼓勵，誒 OK 嘅，而家我哋腦健康唔使有啲咩事啊。咁做一個腦健康就係你冇事先要做檢查，係啊，你就去咁嚟做個好簡單腦健康，照隻眼底問下啲問題。而家亦都有啲簡單抽血嘅測試，做個腦健康有好多嘢搞到㗎，係啊。咁啊，同個長者去飲完茶咁咪嚟咯，係啊，係鼓勵咯，多數係啊，係明白佢哋。大家都要落足眼力，睇下身邊有冇嘅朋友可以鼓勵佢早啲去揾阿莫教授睇一睇症啦。因為其實嗰個我頭先講，如果你真係有一個輕度認知障礙，係發現你係因為有阿茲海默症有唔正常蛋白咧，其實而家真係有藥可以吊針，係好有效嘅幫助。我舉個例子，咁有啲用完之後發覺，哎呀，點解我唔早啲用咧？有點解要考慮咁耐咧？我舉個例子係有啲係有咁嘅反應嘅，好多。我頭先講嗰個唔係講笑嘅，即係落完半年之後，直頭唔翻嚟睇，因為我已經醒翻晒啦，都有喎。即係我唔係鼓勵你半年就要停，因為通常起碼1年或者1年半嗰個療程。咁同埋如果你越早去預防，我頭先講咧，真係可以預防，我好有信心。係啊，我睇好多，其實真係有啲係真係個腦，佢唔知點解去照咗，去發現佢有真係積咗好多病變，但係佢嗰個認知評估滿分嘅，不過佢仲記性係甩咗少少嚇。咁就我跟咗5年咧，佢仲叻咗，因為佢知道之後咧，佢改晒佢生活習慣。係啊，原本係好所謂好接啦，佢而家係真係佢做足運動。我講嘅所有飲食習慣啊、三高習慣啊、運動啊，佢做足，係啊，原來係好有幫助。咁阿莫教授又想請教下啦，你知我哋中國人咧好中意用食物去調理我哋身體嘅，即係有啲人你叫佢做運動咧，佢就好多藉口唔做，係咪？咁但係佢就會問啦，食啲咩補腦啊咁？有冇少少建議同我哋分享下咧？其實原來飲食真係好緊要㗎，係啊，你食多啲嘢，你會肥啲。我舉個例子，你影響你個身體嘅，咁所以你食嘅嘢係影響埋你個腦嗰個結構嘅。咁所以我哋其實過去呢20年咧，有一啲嘅飲食係好多數據，你只要跟呢啲飲食係會大大減少風險。咁我哋好耐以前就傳統用一個叫做地中海餐啦。其實唔需要你去地中海或者去一啲中東嘅餐館食嘅，即係因為入邊嗰啲元素最緊要嚇，蔬菜啦、生果啦、魚啦，咁就白肉啦，咁就olive oil 啦嚇，咁就唔好飲太多酒啦嚇，咁就一日唔好多過一杯啊咁啊，係啊，紅酒嗰啲。咁不過而家我哋防癌咧，就一杯都唔好掂，都係好添嘅，係啊。咁就而唔好太多甜品啦嚇。所有幫助三高嘅飲食唔好太鹹啦，醃製嘅食品啦嚇，呢啲全部係唔好嘅。咁係咪喂咁咪好冇人生樂趣？唔係，咁我哋嗰個指標咧就一個星期咧4個，譬如你當一個portion 嘅甜品係一個蛋撻咁，
你唔好食多過4個蛋撻一個星期。OK， 食魚你食一個星期2次魚最少已經有幫助。白肉食多啲雞，但你唔好炸佢喎，你明唔明？你日日去我唔好啲日日去食炸雞咧，你邊炸晒雞皮嗰啲咧又冇健康喎，所以白肉唔好，你去皮咯，唔炸嘅。呢啲全部都係補腦。蔬果最好係啲莓啦 ，strawberries、blueberries 嗰啲全部係補腦。堅果嗰啲全部都係有益嘅。咁就係。我又想問下，頭先講嘅係一般飲食嘅建議啦。而家坊間咧都有一啲嘅產品，去話係營養奶可以補腦、延緩呢一個認知障礙嘅。你又有啲咩睇法咧？係啊，其實我覺得首先我會鼓勵一個好均衡嘅補腦嘅健康飲食。咁你好簡單做足嗰啲嘅運動，咁就嗰啲建議啊。其實我講啦，你出嚟 social 咧，我哋都有個指標嘅。一個星期起碼2趟 social， 咁同埋你有動腦嘅活動咧。如果你退咗休嘅咧，你想做義工咧，我哋起碼有3晝，一個星期有3晝，3個朝早或3個晏晝係做用你個腦嘅，就唔好真係退晒出嚟 social。咁而到市面有好多嘅營養。其實嗰啲營養產品全部係針對好多唔同嘅腦嘅需要嘅營養嘅，維他命 B 原來 D 都有用啊！我舉例，即係Omega 3嗰啲，好似係幫助細路仔增強個腦健康嗰啲奶，即係嗰啲嘅嘢，原來全部都係會補腦嘅。係啊，咁我唔會反對嘅。但如果有啲係賣到一樽幾萬蚊啫，你哇咁有啲嚇人啦，即係所以我諗係按住你自己。有啲人唔中意食魚嘅，一見魚就腥嘅，咁你不如又食啲你可以買到又唔係太昂貴嘅 Omega 3。我舉個例子，咁又係可以嘅。咁就我亦都有好多係食齋唔食肉嘅。咁唔食肉就吸收唔到維他命 B 嘅喎，你明唔明啊？咁有好多係宗教信仰或者嘅食物習慣咧，係個 B 一 check 個 B level 係低啲嘅喎。咁你可能你補啲咯，你明唔明？係咁樣都係可以嘅。咁當然真係有一啲，如果你輕度認知障礙，真係有啲嘅奶係有數據喺刺針雜誌發表咗，係會減慢嗰延緩。都係好 make sense 嘅，係啊。咁我哋暫時所知啦，頭先你講話未來可能會有一隻新嘅藥，食咗之後會精靈啲嘅，係啦。咁會唔會再你預期咧 AI 嘅應用又可以點樣幫到治療呢個疾病咧？其實如果我哋可以，其實而家 AI 一路係滲緊喺唔同方法、唔同嘅層面啦。我哋其實喺10年前，我哋已經可以透過 MRI 咧。用 AI 去分析、去加增、去斷症有阿茲海默症嗰個準程度，其實已經用緊。香港亦都係有㗎啦，亦都我哋中透團隊去研發嘅。咁就而家我頭先講嘅眼底相咧，其實眼底個轉變同認知障礙嘅嗰個關聯咧，我哋已經知道成20年㗎啦。但係就係因為呢幾年有 AI，我哋就可以靠 AI。可以有個分俾佢係有定係冇嘅，係 AI 呢個先做到嘅。咁所以已經係加增去準確知道你個腦健唔健康嘅。咁而 AI 亦都係我頭先講嗰個認知評估咧，亦都係可以 AI 好快會推出嚟嘅啦。尋日啱啱再開多一次會，我哋諗唔單止喺社區，喺埋醫院入邊再試，揾埋職業治療科再試。希望係準、快、簡單。咁加埋其實我哋頭先講14個風險啊，溝埋個腦嘅轉變啊，或者你認知評估呢啲嘅數據，溝埋個年齡啊，你嘅學識啊，其實全部都喺嗰個方程式入邊去判斷你日後有冇認知障礙。呢啲咁嘅大數據咧，全部可以審晒喺 AI 可以更加準確嘅嚇。咁就而我哋亦都
哇！我就唔好意思咧，問我一個講咁多，就係咧，連嗰個我哋點樣建議個腦健康嗰啲嘅指標啊，我頭先講好多，我呢堂書咧日後都可以 AI 講，你明唔明啊？所以我哋係有一個 large language model， 我哋已經計劃緊點樣去訓練一個 AI 嘅 case manager、brain health manager、腦健康嘅管理員，呢啲都全部做緊。好期待呢個科技，即係咧而家我哋有啲手錶可以幫你探測心跳啊、含氧量，呢啲其實都係反映緊身體嘅一啲數據。但係若然有一個手錶可以監察住我24小時嘅生活習慣、運動，分析我有咩風險，並且提醒我即係要出去 social 啦，要出去食多啲魚啦咁樣。咁睇嚟呢個科技都即係幾貼身咯。未必啱個個人嘅，你可以嚟聽下書又可以，係啊。我諗咧我哋在座都應該有啲觀眾都有一啲問題嘅。如果你打入唔到個 QR code，你都可以寫紙仔啦俾我哋嘅，係啦。咁莫教授啊，我又想問下啦，即係如果我哋嘅長輩或者係爸爸媽媽有認知障礙，其實會唔會都好影響我日後患呢個病嘅風險咧？係會加增可能1倍、2倍嘅機會，咁就基因都係一個少少會加增你風險嘅。係加增風險嘅啫，就唔係話你下一代一定有50%或者有2成半機會有嚇。呢啲真係遺傳性嗰啲咧，係都有嘅，係少過5%，係真係遺傳性。大部分都唔係嘅，但係都有啲基因係會加增少少嚇，你會傳俾下一代，而加增你唔單止你自己會加增少少風險啦，亦都會加增下一代嘅風險嘅。不過嗰啲研究講，就算你有呢種基因咧，生活習慣咧係可以將呢啲風險全部減翻低嘅，全部減翻低，所以又唔使太大擔心。咁聽落都係真係要靠自己喎。好，咁跟住咧有一個問題都好好㗎，即係會唔會話頭先提及嘅眼底相檢測咧，會將來有一個乜嘢嘅推廣模式咧？因為而家咧暫時都可能喺私家醫院啊、診所做一次檢查，可能都要幾千蚊嘅收費。咁我哋好多廣大市民、基層市民都好想用呢個服務，可以有咩途徑咧？係啊，咁所以我哋個心咧，其實高錕基金係好好嘅。我頭先講，我哋係諗住喺黃大仙區啦，其實已經有唔同地區 NGO 都係好有興趣去推，同埋亦都係希望有啲有心人嘅捐助咯。咁同埋而家亦都其實係我個心，因為眼底相嘅好處係平快嚇，你話好準，但我哋又唔需要好準，就好準你好驚，係最好係喺個基層嗰度去推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嘅計劃係繼續會同政府我哋分享我哋嘅成果。如果可以政府可以用到係好好嘅。最近亦都有醫管局嘅高層已經即係去商量，會唔會喺某個地區係俾一啲真係基層嘅市民喺醫管局啊、政府轄下嗰啲嘅診所嗰度可以接受到，所以係慢慢推緊。我哋好期待呢一個嘅轉變。好啦，咁咧有觀眾亦都好想了解，有冇一啲提升腦部健康嘅簡單運動喎？係啦，所以做運動咧，我哋最緊要就係最緊要係嗰類嘅運動咧，係你中意做同埋恆久做到嘅。有時我哋以前傳統話你要做呢樣嘢，你要做嗰樣嘢，你要打太極。我唔係話太極唔好啊，你明唔明啊？係你要打乒乓波，唔係話乒乓波唔好啊。但係邊樣嘢係對你而恆久，你做到你中意做嘅咧？可能呢個星期做嗰樣，呢個月做嗰樣，下個月做嗰樣。最緊要係做到個效果。邊一樣運動其實樣樣都幾好嘅。手腦協調啊，打乒乓波啊，太極又要喐跳舞啊，我知道我唔知中大個跳舞班啊，啲全部都係好喎，你明唔明啊？我哋講我自己係，亦都有研究，你行路啊，有行到冇行同埋行得足唔足，急步行，只要你急步行，你唔使用腦嘅，都幫到手啊！你明唔明啊？急步行
一個星期150分鐘急步行，唔需要流好多汗，但少少喘氣。你當每一日行30分鐘急步，咁就一個星期5日都幫到手。所以你要揾啱你自己中意嘅運動。即係其實行多啲路就個腦會多啲氧氣，係咪即係其實都提升咗我哋腦細胞嘅嗰個健康咧？係，我成日話你做運動就等於同你自己個腦淋花。你個腦係個盆栽嚟嘅，你淋花你每日淋下花，係啊。好啦，咁我哋頭先都聽你講咗啦，有14個嘅 risk factor 風險啊，可唔可以都再提醒我哋多一次，有邊14項我哋翻屋企應該要注意嘅咧？咁樣嗱，所以其實咧，我一講14項咧，都嚇死人，連我自己都記唔到。我頭先都講到所謂中央肥胖，你嘅 BMI 唔可以太低，我哋話18至28度係最好啦，最標準係22、23、20至25最標準。我舉個例子啦，吸煙飲太多酒啊，你做運動你要補腦啊，你踩單車要戴頭盔啊，滑雪要戴頭盔啊，你做工要傷腦嘅油，呢啲都係嚟嘅。我講唔足嗰14樣，咁所以我頭先講咗三高嗰啲空氣污染，你唔開心，你有冇社交，全部都係咁就你個視力、你個聽覺都係。咁所以因為複雜到咁，原來認知障礙係咁多嘢影響嘅咧，單靠一個公共嗰個教育，哇！我講14樣俾你聽，市民去做嘅咧，我都做唔到。咁所以我哋高錕呢個嘅設計咧，係要有一個人去幫你管理，唔係基金經理啊，係管理你個腦健康。佢有專業，佢同你評估你邊一樣需要處理。鼓勵你，一般嘅長者，因為個學識越低、收入越低、資訊越少嘅咧，就係最大風險有認知障礙，而最難去做到管理。咁所以嗰個一線評估要有，即係喺個受惠到，唔需要太貴咧，係好緊要嘅，係好緊要，係要有人幫你管理嘅。即係我個經驗係要有人幫你管理，所以我答唔到佢嘅問題，因為我答唔足14個頭先，你明唔明啊？但係我想 highlight 呢樣嘢係，所以我哋嗰個腦管理員啊 ，brain health 腦健康管理員係好緊要嘅一個概念嚟嘅。OK。咁咧，即係如果我哋認知障礙一旦唔好彩真係發生咗喺屋企人身上啦，即係你作為一個照顧者，你又有冇一啲咩建議俾我哋咧？係啊，其實係要接納啦，咁就係會唔開心，咁就要大家支持。咁個好，如果係照顧者，要同其他弟兄姊妹分享啦，或者你唔好一個攬晒。如果係個老婆係個照顧者，個老公照顧者，你要同你下一代啲仔女分享，你唔好攬住。即係覺得係我，你唔好煩其他人，要大家一齊去支持，一齊行。係啊，咁其實社區都有好多機構係有支援，有支援。我哋呢度有幾條問題咧，都係同情緒病有關嘅。即係咧觀眾都想知道，即係對於有情緒病嘅長者，要叫佢哋去進行認知檢查，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同埋患咗情緒病又患咗認知障礙症，嗰個治療會有啲乜嘢嘅唔同呢？情緒病可以係唔開心啦，咁就如果佢好唔開心，好多我當佢係真係好唔想去睇醫生，甚至另外一類咧就係有一啲早期嘅認知障礙，佢已經有一啲嘅我哋叫做係冇煙勢嘅。咁就佢唔覺得自己有病嘅，佢係唔會去睇醫生嘅。咁所以你唔想去睇醫生，所以我其實要出字，我唔係話要講大話，唔係嘅。但係我又覺得係要諗計仔去幫。咁所以我會頭先講去氹啦，係啊，你去飲茶啊，
而家好興做腦健康評估㗎啦，係啊，咁咧係而家好簡單嘅啫，係啊，咁即係去氹同埋鼓勵，咁都係一個好緊要嘅方法嚟，係啊。我相信咧，我哋在座啲觀眾咧都係比較有前瞻性，想管理好自己嘅健康，同埋計劃好將來嘅。即係如果我哋有醫療保險喺身，以你所知，我哋嗰啲醫療保險通常會唔會都可以 cover 埋認知障礙嘅治療費用啊，或者長遠嘅照顧嘅咧？呢一刻我唔係好特別清楚，但係我覺得嚟緊嘅趨勢咧係會考慮呢一方面嘅。亦都有一啲嘅醫療保險，佢哋係計劃緊去評估佢日後認知障礙嘅風險。如果係發覺有風險，佢鼓勵你要改風險嘅嚇，都係有。但邊個保險係真係會 cover？哇，嗰啲比較昂貴嘅咧，我唔清楚住。係啊。咁咧頭先你所講即係嗰啲針藥可以吊針延緩個認知障礙症嘅進展。咁觀眾都想知道，其實呢啲嘅新藥會唔會有一啲副作用？我哋要留意㗎。係啊，問得好好。其實呢啲新藥，我哋都係覺得整體係好安全嘅。咁但係我哋要留意其中一個風險咧，係佢會刺激個腦可能會發炎啦，同埋刺激個腦血管可能會有啲嘅爆裂嘅。嚴重爆裂係可能會真係中風、出血性中風嘅。咁所以我哋去落呢隻藥咧，呢所謂第一代嘅抗澱粉樣蛋白嘅藥咧，我哋要好小心啦。我哋係會落之前照住個腦，會唔會已經有一啲發炎，甚至已經有啲血管已經係爆裂咗嘅咧？我哋就唔適宜落嘅。落完之後咧，我哋可能2個月、4個月、6個月、1年咧，我哋要再同佢照磁力共振嘅。我哋會睇下有冇一啲嘅輕微發炎嘅情況已經出現咗。如果有咧，我哋即刻停嘅啦。我哋唔會等到佢出咗副作用先。所以我哋係會監察得好緊，務求好安全咁去用呢啲藥。都係因為藥啦，始終有利有弊。咁聽落真係自己做翻好自己嘅本分，做個腦嘅管理員。呢個一線預防係預防勝於治療。係。咁就有朋友都想知道你有冇遇過啲個案係佢要照顧一個認知障礙症患者，但係佢自己最後都患埋認知障礙症嘅？呢個其實係我自己，我未必即時記得。但係嗰啲研究講，如果你個伴侶係有認知障礙咧，你有認知障礙嘅風險亦都加增嘅。因為可能有唔同原因啦，因為大家嘅呢20年嘅生活習慣原來都相同嘅喎，可能生命影響生命喎，你嗰啲嘅生活習慣令到你有認知障礙，其實你個伴侶都可能有啦。第二就係照顧者一個壓力好大，壓力一大咧，你就會產生我頭先講好多唔好嘅荷爾蒙啊，譬如cortisol 叫做皮質醇。呢皮質素就係我哋食藥嘅類固醇。咁原來身體係可以製造，如果你越大壓力嘅咧，越製造得多係會傷腦、傷血管、整晒你個腦嘅。咁所以你呢啲亦都會加增嘅。但我真係見過有一啲嘅照顧者，佢不嬲帶嗰個患者嚟，咁之後佢冇嚟，個女嚟，咁我問呢個患者又嚟啦。如果我問，咦，阿伯伯咧？伯伯唔喺度啦，咁你明唔明啊？因為佢伯伯根本都冇時間去照顧自己，都冇去做檢測，冇理自己，心都傷。係啊。咁頭先你所講香港人口85歲以上3個有1個會有認知障礙症，不如都俾一啲意見我哋台下觀眾，可以點樣做一個認知障礙友善嘅社區啊？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嘢咧？其實如果一講友善社區咧，我覺得唔好有歧視啦。其實我頭先講可以預防，哇5成可以4成半可以冇咗，但其實另外嗰6成咧，你明唔明？其實嚟緊呢20年會唔會完全去滅咗腦退化咧？就唔會嘅。咁所以我哋會有呢啲。咁所以個友善社區係我哋個態度啦。
我哋唔會歧視呢啲痴呆，你明唔明啊？即係真係有啲認知障礙者佢係唔想嘅，但係佢有一啲鬧人唔合宜嘅行為出咗嚟咧，你要明白接納，唔好歧視。咁呢個已經係㗎啦，係啊，咁就多啲留意身邊有一啲朋友啊，或者你喺街見到一啲人覺得似係認知障礙，都唔好歧視，諗計仔去幫。係。咁我哋今日咧出席咗呢場咁寶貴嘅講座咧，都帶咗好多知識落袋啊，係咪啊？咁我哋咧就不妨翻屋企咧，都將啲信息去傳遞俾身邊一啲你心愛嘅人啦。咁我哋咧再次感謝阿莫教授。